呢個世界好嘈，有陣時我哋會感到迷失。喺呢個時代入面，一份安定就係一種希望。新聞上面不停咁播，畫面入面充滿住爭議同對立，街上面多咗焦慮，網上面多咗謾罵。我哋不禁咁問：我哋嘅安全究竟喺邊呢？就喺我哋最不安嘅時候，香港國安法應運而生，就好似係一條橋，連接住混亂同秩序，將我哋帶往一個更加穩定嘅明天。香港國安法守護我哋嘅根本價值，防止分裂國家，保障社會安寧，以免國家嘅統一受到不法之徒嘅破壞，防止顛覆政權，例如干擾、阻撓政權機關履行佢哋嘅職權，甚至係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，以維持法治制度。防止恐怖活動、使用嚴重暴力、爆炸等破壞干擾公共設施，以守住香港嘅安全；防止外部干預，保護我哋嘅選擇，避免受到外國勢力嘅操縱，影響本港嘅選舉結果，甚至係竊取國家機密。法律唔係枷鎖，而係保護我哋安穩生活嘅盾牌。喺橋嘅彼岸，係小朋友無憂學習嘅課室，係家庭溫暖嘅飯桌，係社會安定嘅街道。而國安法令到我哋有信心去築夢、去創新、去飛得更高。守護國家安全係我哋共同嘅責任。喺呢條橋上面，我哋走向希望，走向更美好嘅未來。